顶礼拜文化部2亿8千多万的追加预算，全部去互立法院裁掉。这项目有包括着媒体宣传费含真侪艺文场馆的业务费。针对着调查这期，这文化部补助艺文团体公平性，有学者是建议讲，要有清楚的补助理由，避免过程来出现争议。文化部也表示讲，会继续和各界加强沟通。方才通过第79案，文化部主管追加预算全数删除。顶礼拜立法院三读中用总预算追加案，其中文化部的2亿8千多万全部去互裁掉，有立委就以本本互艺文产业来批评文化部。有学会指出，咱文创产业人口才2.54%，就创造4.81%的 GDP 有经济贡献。所以学会认为，立委不应该乌白打标签，嘛呼吁文化部未来要加强说明预算对民众的重要性。馆舍的营运的经费都把它砍掉了之后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去策展、接触这些不同的艺术作品或是这些历史故事的机会就减少了。他可能要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，他配置多少资源，然后他最后的成果是什么，那他评估是什么？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还是审查的标准。我觉得这次被质疑应该最多是审查标准。学会指出，大部分艺文服务的对象拢是大众，那阵因为预算受到影响，嘛是侵害到文化基本法当中人民的文化权利。这届文化部提出的追加预算，就包括媒体宣传费和济艺文场馆的业务费等等。部长表示，预算无争取到只好艺起经加力继续经到年底。其中最重要就是。媒宣费他还是不坚持不给我们嘛，那个就已经3、4千万。还有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的馆所，因为文化部有非常多的馆所，美术馆啊、人权馆，还有博物馆，它的业务费不太够，那些费用就也是在这个里面。学者建议文化部要提供清楚的补助理由、评选过程和效益评估等等，避免因为争议冲击到预算，甚至影响到文化外交。文化部表示会继续和各界加强沟通，预算的执行嘛提供给外界检视，希望调查会当支持文化预算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